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0月初之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，列王记下卷18章第1节到第8节，28节到36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因信得胜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就是所望的代志的实在，未见的事的确据。既然有确实的把握，就应该活出信心的生活，就是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，有亲密的连结，袂当违背上帝，应当在安静听候上帝。做上帝眼中看做好的事。列王记上卷18章第1节到第8节，28节到36节，记载着犹大王希西家伫耶路撒冷做王29天，伊尽力做上帝眼中看做好的事，得到上帝欢喜。就算是讲面对真强大的对着威胁，伊犹原活出信心。当伊拉的囝以色列王何西阿第3当，亚哈斯的囝希西家开始做犹大王。伊做位的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9当。伊的老母叫做阿比娜，是撒加利亚的查某囝。希西家做上主看最好的事，照伊的祖先大笔一切的所做。伊废除山头段，毁坏石条，错亚瑟拉的柱上，拍碎摩西做的铜蛇，因为迄时以色列人要对铜蛇烧香。伊叫伊做尼弗士但。希西家倚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伫伊以前甲以后的犹大列王，无人会当甲伊比。希西家对上主忠诚，无离开伊，接受上主所命令摩西的诫命。上主甲伊同在，伊无论去倒位所做拢顺利。伊背叛亚述王，无搁服侍伊。伊打败非利士人，直到加萨甲四周的地区。对简单有守望台的装设到堡垒的城，总司令站起来大声对用希伯来话讲，着听亚述大王的话，王安尼讲，毋通互希西家王来骗去，因为伊袂当救恁脱离我的手。伊叫恁倚靠上主，讲上主一定会救咱这个城，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。毋通听希西家的话，亚述王安尼讲，甲我讲好出来投降，安尼恁逐个人就会当食家己所种的葡萄甲无花果，啉恁家己的井水。听候我带恁到一个所在，亲像恁的土地有五谷甲新酒。有米粮甲葡萄园，有橄榄油甲蜜，互恁活长岁寿。毋通互希西家骗去。伊讲上主一定会救咱，恁毋通听伊的话。万国会正声明，倒一个要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。哈马甲阿尼伯的声明伫倒位？西法外因西拿以外的神明伫倒位？因竟有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？这个国家的神明有倒一个捌对我的手救出伊家己的国家？安尼，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？毋过人民拢静静，无应半句话，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，毋通应伊。启示录的中间会有言，上帝差派约翰去甲苏米拿教会的天使安尼有言讲，
伫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圣经的话，你著写批互苏米拿教会的天使讲，起头下甲线尾下死，阁有迄位安尼讲。我知你的患难善者，其实你是好业。我知你有受到自称犹太人的人诽谤，其实因毋是犹太人，是撒旦的集团。毋免惊你特别受苦难，你看魔鬼特别将恁中间几若人关落家，要甲恁考验，恁会受苦10日。你着尽忠到死，我会使你活命会活决。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话。得胜的人绝对袂受到第2遍死的灾厄。基督徒都爱忠心到死，追求属天的富足。毋通亲像当初时犹太人共款，就活出表面无有真实的生命。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，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毋通怨妒行为不义的人，因为因亲像草，真紧就干去，亲像青翠的花草连去，着倚靠上主来做好。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，就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伊会满足你的心愿，就将你的道路交托上主，换可以，伊会甲你成全，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，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，就静静伫上主的面前吞润听候。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成功来不平，毋通受气，着气势大受气，毋通不平，才免抵到做歹，因为做歹的人会受糟蹋，听候上主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恳求主来慈爱，来帮助阮建立信心，互阮会通无论拄着什款的境况，拢活出信心，活出定利益人荣耀上帝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